台大统计，今年通过第一阶段申请入学的学生，有超过1/4无要参加第二阶段的甄试。外界就咧质疑，这甄试爱传的学习历程档案根本就无录用。有一寡学生甲家长是认为讲，成绩若无好，学习档案做搁较好嘛用袂着，较需专心来拼考试。108考讲实施到即马已经5年，也是有真侪学生无法度感受到学习历程档案的意义。有时候会搞不清楚要做什么，然后最后很急着赶完。有高中1年的学生讲，感觉爱写一寡声就甲传起哩。2年的学生是认为也无明确的志向，所以到目前为止拢无准备。毛一入学就要拼着书选择学生讲，有真强的动力去做学习档案。我主要都放一些可能服务学习，还有多元表现。反之，像学习成果那种用学校的可能上传笔记那个东西我比较少放。像我的话，我就是基本上高一高二都完全不清楚自己要什么，所以就变成说我考完学测，等到我选到学校之后，我才会知道说我大概可以准备些什么。学习历程档案是希望学生去了解家己的兴趣。不过 EdUse2024考纲调查报告指出，有要50成学生认为对生涯探索无帮助。高中辅导主任嘛讲，有部分的学生和家长认为成绩若是无够好，学习档案使用的程度低，制作意愿嘛会减少，不如专心拼学测或者是分科。在顶大也有一些系，其实最后决胜录取的关键，好像在书审资料。并没有占那么大的比例，还是会在2阶的考试的部分。这1间或2间的保理科系未必是学生自己最喜欢的。与其要多花时间在准备这些校系的面试资料，又或者是相关的学习历程档案资料，我倒不如可以把这些时间拿来读分科。杨主任认为，多数校系入学的名额也是留伫咧申请的部分。学习档案毋是无路用，只是需要搁加宣导。EdUse 是建议，伫高中的时阵，就会当先互学生了解生涯探索的重要，搁有要安怎培养兴趣和记录生活。安尼时进入高中，面对学习档案就较袂掠无头涨。记者台北报道。